香港肯定是座值得为了吃而来的城市。如果你正在安排香港吃喝路線，這份攻略跟着吃就對了。量大地吃，主要是性價比高。想食飽肚嘅首選不二江湖菜啦，打工人嘅飯堂啊，真係冇介紹錯㗎，20幾個菜，有辣有唔辣。晚市小菜啊，都係68蚊起㗎咋，午市啊白飯啊仲係任食㗎。招牌酸菜魚去骨，超嫩滑，麻辣香鍋啊，啲薯粉啊索飽晒啲湯汁啊，彈牙又煙韌啊。重慶嘅濕辣麻辣燙啊，食咗之後啊個後勁啊，哇好上頭㗎，現場即炒，唔係預製菜嚟㗎，鑊氣十足啊！台式風味咧就去老虎堂啦，飲嘢啊必點嘅招牌黑糖波霸，哇綿密香濃，咁多年啦個味道都係冇變。喺香港啊都食到地道嘅台灣小食啊，手工嘅地瓜球，外脆內彈有空氣感，大甲芋頭球，蛋黃肉鬆款，層次超豐富啊！想飲健康嘅嘢咧就試下紅茶號啦，生酮黑糖珍珠辣貼，佢係用脫脂嘅乳糖鮮奶，再用桃膠代替珍珠，黑糖咧香濃得嚟唔漏喎，乳糖咧不耐都可以食得到喎，仲有生酮海鹽芝士茶辣貼都好好飲噶，中意飲奶茶又驚肥嘅朋友可以嚟試試噶。仲有好好運嘅快餐店嘅沙爹牛肉麵喎，沙爹醬濃郁掛汁，牛肉嫩滑，一碗落肚啊暖粒粒，超滿足噶。食完嘢整翻個暖心之作黑芝麻雪糕啦，雪糕用料超足啊，係正宗嘅港式黑芝麻味啊，30蚊一個，性價比超高啊！以上呢幾間店都各有特色，平靚正又地道，都係我去過而且覺得唔錯嘅寶藏店嚟噶，都係嚟香港嘅時候值得一去噶。下集更精彩。